將軍澳變孤島，港鐵霸權好離譜。即係呢度只可以做半小時，如果去港島都港鐵加價加到暈，尋日故障激死人，停5粒鐘真過分。將軍澳孤島上山，都應該安排啲車俾我哋搭咯。係啊，我哋翻工翻唔到啊。淨係話俾我聽係去將軍澳站同埋去將康城，話冇去調景嶺喎。可能我哋成車啲人咪喺度嘈啦。唔好意思，真係唔好意思啦。細路發燒趕睇醫生，家長急到發蹄騰。好在有個好心人，讓架的士救人要緊，但有的士又冇良心，坐地起價奸到暈，過海加多40蚊，40蚊。將軍澳住43萬人，隧道仲要禍不單行，2單炒車塞得仲金，出市區都排成咁，想入翻去更加唔使諗。應該就喺沿途個站，你已經廣播話將軍澳線行唔到，咁人哋即刻唔入閘啦。你地下鐵嗰度，你搭幾個站嚟呢度，行到嚟呢度，你又話冇得搭啦？地下鐵啊嘛，你自己去揾車搭啦咁。接駁巴條龍長到暈，個零2個鐘絕對係 minimum。如果大家想搭地鐵嘅，可以翻上地鐵站，因為車已經封晒㗎啦。封晒有咩用啫？而家排到2個。咁你咪排咯，阿嬸。你係咩名啊？難怪通車仲咁多人，咁多人。哪吒鬧爆港鐵6大，巴士唔夠氣都嘥，港鐵一壞隧道塞晒，孤獨村民啊有排捱。咖喱飯都鬧到些羅蟹，喺立會要港鐵交代，要交代。